个钱的，你的钱他是这个钱吗？山宗水源，大美青海，高原绿荫，荣光同仁。现场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大家现在所关注到的是我们正在武侯祠隆重举办的2024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的冬季农畜产品文旅推介暨招商活动成都站的现场。那您可以看到呢，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白帐房。那在现场呢，我们是准备了很多我们铜仁市当地的这个美食，还有特色的产品，供大家呢可以在现场自由的选购。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走进铜仁，感受铜仁。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其实我们在昨天已经给大家送上了很多精彩纷呈的节目。在昨天的上午呢，是我们非常隆重的开幕式的环节。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想继续给到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送上欢乐，也让大家感受铜仁市当地的文化魅力。那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左右的2个分屏上面是我们铜仁市的文化符号。那包括有我们铜仁呢是中国的唐卡之都、安多藏文化中心，还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如果您今天正好走进我们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机会感受铜仁的文化魅力，受到感染了，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青海省的铜仁市做客。接下来在这一方舞台上面呢，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特色的舞蹈和歌曲了。当然，在此正式的表演开始之前，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能够为我们的表演者送上最为热烈的掌声，好吗？好，谢谢。接下来舞台交给他们。你先下了吗？你那个看不懂，这样子，这样子，对，看不到哦，看不到，看不到不得，那就这样的，你就站在这里，站得近一点，你看怎么跳呢？我看一下。
谢谢，感谢刚才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青海省铜仁市文化馆16岁艺术团的各位老师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舞蹈。那其实每看到这样一个舞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全国56个民族啊，55个民族都在台上载歌载舞，只有我们汉族人是拍手叫好啊。但是我觉得大家来到这个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呢，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平时啊，我们希望大家，你看我们四川的朋友，包括是其他省份的朋友，我们来到川西的时候也会感受到美景。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现在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活动，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甘青环线啊，从川西出发，我们一路来到青海省，然后再到甘肃，再回到成都。其实现在的旅游路线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来宣传推广一下。那我们的青海省的铜仁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人杰地灵。刚才就像我们也所说到的，它是中国的唐卡之都、安多藏文化中心，以及还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的主题也是从天府之国成都，映照的是我们交相辉映的，就是我们青海省的文化大市铜仁市。那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也希望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多多的宣传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切身实地的感受一下。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呢，也看到我们有准备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现场准备了500份的美食兑换券。我看现场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拿到了，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就是这个蓝色的美食兑换券啊。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舞台白帐房的两侧，您有机会可以领取到，只需要在4个红色的打卡位置啊，打卡成功以后，您可以在现场免费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手抓牛肉、手抓羊肉，还有酸辣粉。那如果您觉得味道还不错的话呢，我们也现场有真空包装的美食，大家可以购买一点回家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来品尝一下。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是我们的中国唐卡之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白帐房当中呢，也有特别的专门售卖文化产品的区域，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那接下来舞台上的表演，我们依然继续为大家送上。接下来请欣赏歌曲，舞台交给老师。我们开始了，赶紧去。好，谢谢，感谢资欣佳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月照高原行》啊。
那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还是挺应景的，当然我们藏族的歌曲大家可能词曲大意不太听懂，但是大家能够畅想一下啊，这个月亮在高原上面高高挂起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跟我们其实成都也说到这个天气啊，就是成都哪里都好，就是这个天气不太好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呢，让大家感受一丝热情。也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那除了今天上午我们有非常精彩的演出之外呢，我们在今天下午同样也会为大家准备特别的精彩表演，同时还增添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就是什么呢？大家一起跳锅庄舞。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下午的时间也记得一定要跟我们共同相约哦。那我们接下来呢，舞台继续交给老师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个名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今天是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演出，也是为大家特别的相聚。所以接下来，请欣赏由先作卓玛老师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欢聚》，掌声有请。
好，谢谢，感谢老师的精彩献唱啊！我看到现场的朋友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也要跟刚刚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朋友们再一次分享一下。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2024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冬季农畜产品文旅推介暨招商活动成都站的活动当中。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会持续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明天、后天4天的时间。在这4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不管是白天的上午还是下午，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内容。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带大家走进美丽的这个大草原。其实呢，我们这个铜仁市啊，它有很多的景点。那在这儿呢，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的赘述，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在这个金色的谷地热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天空中的这个白云蓝天，然后睡在这个草地上，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任何的一个季节，其实来到我们铜仁市呢，都能够享受到一年四季当中不同的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的情怀。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如果您看到我们精彩的表演，能够感同身受的话呢，在现场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些文化的产品，大家也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了解。那当然，我觉得还要让更多的朋友走进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舞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继续欣赏到的是男子群舞请大家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好吗？谢谢。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同仁社文化馆16岁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舞蹈啊。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刚才的这个舞蹈，大家是感受如何呢？好，好不好？哎，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妆造还有舞台的表现力来说，大家都能看出到他们非常的专业。当然，也为了所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可以说是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了他们最为精彩的表演啊。那在此呢，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是2024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冬季农畜产品文旅推介及招商活动在成都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不仅是走进我们的舞台来感受我们的文化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现场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惊喜，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刚才呢也给大家说到过，就是我们有一个蓝色的美食兑换券，那这个美食兑换券呢，每天有500份。是免费可以领取的，在我们的白账房的2侧，大家可以免费领取到。那这个美食兑换券您领取到了以后呢，在我们4个红色的指定打卡点啊，您只需要集齐4枚印章，您就可以免费领取手抓牛肉、手抓羊肉、羊肉串啊，还有火锅粉等一系列的美食，让大家免费品尝。所以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在现场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铜仁市的文化。我们在现场呢，包括有这个热贡的3宝，大家可能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四川的朋友，可能有的了解，包括有这个冬虫夏草啊。这个藏红花呀，还有我们的雪莲。如果大家这个需要这个购买一些滋补的产品，大家也可以进行了解。当然，我们作为中国的唐卡之都呢，我们今天也有专门为大家有展示我们唐卡艺术的一些白账房的指定的这个展位，大家也可以进行来了解。那刚才呢，我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男子群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在这个舞台把舞台留给姑娘。接下来，请欣赏歌曲《草原上的卓玛》，掌声欢迎。Everybody， 大家下午好 ，Let's do i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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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草原上的姑娘卓玛拉，草原上的姑娘像朵花，全世界的美都美不过她。草原上的姑娘，草原上的姑娘，人生上的地位，放任像令人以为，也希望你能留一次机会，让我更懂你体会。卓玛，你的眼睛好像都施了魔法，我想被你放入心里说话。我要带着你一起去拉萨，想带给你的浪漫绝对差不多，但是你说我让你太不妥。我的你的电话还在不停 ring， 让我一个人在残酷里淋。在我的怀里一起数星星，别再说我让我忘记你。我开着跑车美女环游全世界，炎热的草原都开始变得下了雪。卓玛拉，草原上的姑娘像朵花，全世界的美都美不过她。草原上的姑娘，草原上的姑娘，人生上的地位，纵然像令人以为，我希望你能留一机会，让我更懂你体会。雪的草满
的白，害羞的你都抱在怀，哦，你的脸哦那么可爱，从条件都跟我一起来。Say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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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你的大白给我去家，要塞的 baby。Say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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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再追早上的姑娘，住进我心里。Let's go。好，谢谢哇！刚才这首歌大家觉得好听吗？好听。哇，这个叫什么？这个说唱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草原上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藏文化的这个融合，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好听的。所以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民族的啊，就是世界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呢，也有更多的呈现。我们以后呢，也会给到大家有更多精彩的舞蹈和歌曲为大家送上。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跟新来的朋友啊打个招呼。我知道，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多少朋友知道同人氏的？啊，你看很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的意义啊！因为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美丽的地方啊太多了。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我们脑海当中跟我一样，我都知道的是啊，全国各地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和知名的景点和城市。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西北方有很多的地方还值得我们去探索。那包括就是我们这一次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美丽的青海省的铜仁市。如果您到了我们的铜仁市，您一定会感受到我们在当地的这个美食也好、文化也好、景色也好，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诚挚邀请大家来到美丽的铜仁市，尽情的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那接下来的舞台当中呢，我们继续把表演送给各位，我们将有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根藏卓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心上的罗家》，掌声欢迎。对啊，我看到刚才朋友呢也发出了自己的赞美，大家觉得刚才好听吗？刚才的歌曲，谢谢谢谢。那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舞蹈演员老师、歌手老师在这个台上为大家献唱呢，也希望博得大家更多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的老师们是来自于我们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哪座城市呢？朋友们，铜仁市啊，谢谢。所以呢，我知道我刚才也跟大家强调过，就是你看，很多朋友刚才我们第一次说的时候，大家说，对铜仁这座城市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铜仁这座美丽的城市。所以呢，在现场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再次分享到的是，我们有很多新来的朋友。那如果大家刚看到我们舞台上的精彩的演出，一定不要忘了，我们在舞台左右两侧的白毡房为大家带来的有很多我们当地的文化产品、美食，都是供大家自由的挑选。同时呢，我们的每天限量500份的美食兑换券，在我们舞台的两侧白毡房的区域都可以有机会领取到。那您领取完了以后，只要完成相关的任务，到4个打卡点集齐4枚印章，就可以免费品尝手抓牛肉、手抓羊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场为大家烤制的羊肉串。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哦！所以在接下来呢，当然我知道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请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主办方是和我们天府之国成都交相辉映的另外一个文化大事，来自于我们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铜仁市。那接下来继续把舞台交给我们的老师们，为大家带来群舞，掌声有请。溜冰吗你？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老师们的精彩表演啊！我们也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刚才我们一直在台上跟大家带来精彩演绎的是来自于我们青海省铜仁市文化馆的16子艺术团。那他们呢，在昨天已经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了。今天、明天、后天，每天精彩继续。我们不仅在今天的上午啊，我们在今天的下午和今天的晚上还会有另外2场精彩的演出为大家送上，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可以跟我们一直守候在我们本次活动的现场。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呢，让所有的朋友能够走进青海，走进铜仁，走到我们美丽的金色谷地热贡。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方舞台上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的表演是什么呢？是由我们的索南登斗老师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掌声有请。谢谢，感谢老师的精彩献唱。我不知道，我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朋友啊，已经自己购买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啊。那我也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您转完一圈以后啊，在我们的白毡房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有哪些产品呢？包括我们的有我自己所看到的就有，包括我们的热贡三宝啊，这个藏红花，然后冬虫夏草、雪莲。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如果说滋补身体的话，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包括我们现场呢，如果您已经参与了我们的这个美食兑换券，品尝了美食，哎，您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现场呢也有这个鲜肉的售卖啊，也是从我们当地直接拉过来的。所以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白毡房当中来自由的进行挑选，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奶制品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宗的。大家如果尝了以后就会发现，哎，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奶制品也有很多有这个放置时间会比较长的。谢谢谢谢高藏周马老师送上的歌曲。那伴随着美丽的歌曲，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群舞《新寨欢歌》。
哎，大当上个节目的就哇，这是个马的呀。谢谢，谢谢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同仁市文化馆16岁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好吗？谢谢。哇，伴随着今天上午的这个最后一个群舞啊，我们今天上午的表演呢也即将落下尾声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现场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惊喜就是蓝色的美食兑换券，在我们排上房的两侧可以免费领取，每天有500份。那大家领取到了以后，在我们4个有红色的打卡点的位置呢，只要打卡成功集齐4枚印章，就可以在现场免费品尝手抓牛肉、手抓羊肉、羊肉串、酸辣粉等一系列的美食。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我们的演出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将继续为大家送上，晚上的演出时间是6点钟，届时呢会有锅庄舞的表演，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载歌载舞。那今天上午的演出呢就要到此为止喽，让我们相约在下午的时间再见，拜拜。刚刚1个小时2点半，我问一下，2点半再过来吧。2点半，我靠，几点钟去游泳了吗？